后来乡亲啊，把镜头刷到立法院来看早起调野的焦点，拢放伫个普发现金6000块。财政部的前部长苏建荣认为，甲超收的税先互百姓，这是假议题。伊讲，咱这地已经甲后一地借真侪钱来开，钱若开有剩，应该摕去行债务，唔才对。也若无就是借流惊孙。啊，若两党的在野党嘛，伫早起开记者会，民众党是痛骂执政党美化数字，讲蔡政府执政的期间。国债也就是国家的债务，将会高达7.9兆。啊，国民党嘛痛骂讲，税收超收遐尔啊多，都是代表蔡政府行政失能。风声讲，行政院长苏贞昌抢先伫1月7日公布刑税移民发现金，和总统府未付反应。虽然苏贞昌已经8回过啊，不过前财政部长苏建荣，伊等学校假设了后，嘛有针对普发现金的政策提出伊的看法。苏建荣伫台湾金融研训院举办的研讨会讲，刑税移民是假议题，爱看这个民的定义是啥物？民是这代人，嘛是后一代的人。咱这代已经甲后一代的人借真侪钱来开啊，有剩的钱就应该摕来行，袂使有剩的钱就摕来黑白开。个别的官员他想讲什么，他开心就好。当官员那一张嘴呢，真的要谨慎啊！苏建荣这一张嘴，其实有时候会惹到大家。早起在野党人民党团嘛提出批评，蔡总统哇，他这个举债的速度公共债务增加的速度这个比任何的建设都还要快它是2386亿元一年蔡政府税收超过预期，但是针对任内7年超过1.3兆都没有跟国人讲清楚。民众党的党团讲，目前台湾公债负担是愈来愈重，更加批评蔡政府讲要将钱提去帮助台电甲中油，就是你替错误的能源政策无破网。当然，税收超收是行政失灵啊，请政府检讨税收估测的模型，还有预算编列程序。是讲针对财政部，互人批评讲行政失能，违法超扣税金。苏建荣是话讲起处理，伊讲税收比预算数较济，这是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税源扩增的结果，绝对无接受有心的人士违法扣税指控。这个讲法是对税务专业人员严重的侮辱。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